做一個祈禱。今日聖三節、父親節啊，我哋先唱一次，跟住我畫十字聖號啊。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一讚呢就拱出嚟啦，睇下，讚美天主，向主頌讚，阿利路亞，頌讚我主，阿利路亞，向主頌讚，阿利路亞，一生讚頌，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好多謝上主，讓我哋今日喺網上面，讓我喺多倫多同埋香港有唔同嘅朋友一齊喺度相聚，做最後一堂嘅 Catcast 聚會。我哋喺度咧係聖三節，特別咧要光榮你聖父，讓我哋揀呢張卡咧都嗰個信息啊，都係光榮你嘅。同時咧，都特別通過光榮你咧，為所有嘅父親祈禱啊，希望佢哋都身心靈健康，同埋能夠盡到父親嘅責任，同埋咧能夠咧係好安心咁樣咧喺子女嘅孝順啊服務裏面咧能夠得到安慰。咁我哋喺度咧通過所有父親嘅貢獻啦，通過我哋嘅 Catcast 啦，今日嘅聚會啦，都希望用嚟去讚美天主聖父你。願你聖父能夠繼續光照我哋，同埋都知道香港有兩位新嘅司鐸，都係新嘅 Father 嚇，都祝福所有嘅司鐸，特別係新嘅司鐸，讓佢哋能夠去做嗰一個培育嘅職務，同埋咧同你聖子結合。咁我哋用一隻歌咧去配合動作嚇，去有意識咁樣去讚美你。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向主頌讚，阿利路亞，頌讚我主，阿利路亞，向主頌讚，阿利路亞，一生讚頌，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快啲咯！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向主頌讚，阿利路亞，頌讚我主，阿利路亞，向主頌讚，阿利路亞，一生讚頌，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向主頌讚，阿利路亞，頌讚我主，阿利路亞，向主頌讚，阿利路亞，一生讚頌，阿利路阿利路阿利路亞，讚美天主，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咁我哋呢個咧係第一堂唱過嘅，我哋 Catcast 嘅招牌歌，咁啊最後一堂咧今日又用嚟做啦，咁啊咁我講一講先啦，我揀一張永屬主，因為我爸爸已經喺天上邊，覺得係永屬主啊，為而家同我即係為我祈禱啊，轉禱俾我調翻轉啊，咁第二咧。我就覺得我嘅生命係永屬主，永屬於天父，我發咗永願啦，同埋今日都特別記得父親節啊，所以一陣間我去彌撒。我哋而家多倫多8點鐘，8點4嘅，我十二點鐘有彌撒啦。咁嗰度啲歌好聽嘅，咁我就會走過去嗰度咧讚美天主。咁所以呢個好啱我呢個父親節嘅一個 part 啦，咁樣樣。好，跟住睇下 Daphne Tiffany 啊，係我揀呢個就係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家庭啦，咁有父有母啦，咁其實最主要係個小朋友啦，個小朋友係其實好受父母嘅影響啦，咁其實變咗係其實做父母都要一個榜樣啦，令到佢誒記得係佢都會感恩，第日可能你對好嘅時候咧，就佢會覺得無論係平時又好，唔係一定父親節或者母親節，平時都會去孝敬父母咯。就好似我哋孝敬天主一樣，做嘅嘢要係對得住天主，對得住自己咯。嗯揀呢張咧，其實最感動啦，即係應該大家都知道朱彥宗神父啦，應該係改口啦。咁其實就啱啱琴日被祝聖為呢個新嘅司鐸啦，咁樣其係實我覺得係好似
呢張牌個樣噶嘛，即係我覺得好似咧，即係當阿朱神父就好似呢個小耶穌咁啊，即係佢係即係繼承咗耶穌嘅使命啦，而呢一個咧就嗯，好似阿朱念祖執事咁，係一個爸爸嘅角色。即係我哋今日因為我都有去咗佢手祭，去參係與佢手祭嘅彌撒嘅時候，即係我覺係得有人講笑就話阿爸爸都應該叫阿仔做 father 啦，要改係去。係啊，啦，咁我覺得呢一嗯樣係一個即係好 amazing 嘅一件事啦。咁同埋都係嗯琴日，即係我都想睇翻個重播，即係佢哋即係被捉聖維斯特嗰條係片啦。即係其實都係出咗張相，就係佢哋兩父子真係攬住嗰一刻，其實係係即係見到諗起咧，都係好想喊。即係嗰一刻真係好感動啊！即係我諗起呢一。係。原來有嗰個父親嗰個影響啊，神父嘅影響都為佢哋祈禱嘛，都有影響力啊。OK，好啊，好啊，跟住阿 John O 同埋阿 Jenny 啊，係啊，開咪啊，我就揀咗同埋你倫理嗰張啦，同埋一樣係係係，揀一樣。咁今日咧就係天主聖三啦。咁呢張卡咧好似真係代表天主聖父啦、聖子啦同埋聖神一齊喺度嘅。咁嗯就同埋今日我哋上成人輔導班啦，神父亦都講及天主是愛咯。咁所以就我哋咧就特別係更加認識天父對我哋嘅愛咯嚇。嗯，好，哈利路亞，好，阿 John 咧係今日阿 John 埋，多謝你啊，John，我主要咧就係天主係愛啦，天主聖三佢哋係彼此共融啦，佢哋嘅係愛係啊，係其實就係聖三都喺住在我哋內啦，喺我哋裏邊啦，就嗯係所以我哋係活喺天主嘅愛內啦，我哋應該咧發揮出天主嘅愛啦，我哋唔單止係要尊敬天主咧，亦都係要愛主愛人啦，要實係行啦，實行愛德啦，係，奉行咯。哈利路亞，咧係我想補充下咧，就好啊，係今日咧好開心啊，因為阿 John 咧佢兩個袋仔70幾80歲咧，兩個袋仔同時出現喺10點鐘嘅彌撒一齊參與嚇。哇，好啊，咁哈利同埋女路亞。女咧又特別係嚟到，因為父親節咧特別嚟到10點鐘嘅彌撒嗰度一齊參與彌撒嚇，咁啊好好有意感恩啦嚇。思啊！感謝天主係啊，同埋咧，係我嘅兩個袋仔啊，都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啦。咁同埋咧，頭先阿 John 我嗰個感受咧就係話，譬如我係獻身生活者啦，咁2月2日咧就係我嘅大日子啊，記得咧我呢個係交功課啦，即係即係話我係奉獻俾天主嘅啊，即係永遠都會係屬於天主。但係為阿 John 嚟今日父親節，你覺得提醒翻你可能？天主俾一個好重要嘅使命你啊，咁你翻到天主嗰度咧又交功課啦，啊，我做嗰個父親咯喎，即係呢啲日子係肯定翻我哋俾天主一個職務咯，係嘛？司鐸日咁啊，司鐸日職務係嘛？即係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母親節、父親節，嗱，係係我們的天父啊，係我們的天父咁啊，天主是愛啦，咁啊，我就好中意呢個五謝經啊，我自己手抄就一謝天主生養照顧之恩，二謝天主降生救贖之恩，三謝天主赦罪賜寵之恩，四謝天主賜我進教引我升天之恩，五謝天主自生至今無數之恩。所以有陣時早禱咧，我夾咗喺呢本記事簿嗰度嘅，咁就想話背啊，有陣時又唔係好記得，又攞嚟睇下咁樣咯。感謝天主啦，哈利路亞，咁阿里都有，好好啊，係好啦，跟住咧就阿 Sunda 思琪係舉住兩個 like 嘅卡啦。咁首先我自己父親就喺美國，咁我一陣間都要 send 個 WeChat 俾佢，因為佢係美國係唔知遲啲先早上啦，咁樣先 send 個父親節快樂俾佢啦。係咁我父親喺我心目中就一定係好多 like 俾佢噶啦，咁樣咯，所以我就揀咗俾佢啦。咁係啦，咁雖然我父親唔係信天主教徒啦，咁但係佢即係例如我去咗朝聖啊，或者係啦，咁佢都會問下我信仰上嘅事，或者我去避靜，佢就知道我去避靜嗰啲咁樣咧，佢都會即係支持我啊，都明白，原來耶穌嘅愛嗰啲咁樣嘅喎，都同我分享，所以佢嗰種支係好好，佢嗰種支持，所以我一定要兩個 like 俾佢，即係俾晒啲 like 我。
親咯。哈利路亞，係啊，希望佢帶佢即係明認耶穌基督啦，有機會睇下祈求聖神係時候。好喂，你啊，截咗我哋啲相俾佢睇下啊，我哋識唔識 cap 啊？我哋呢套片咧，係啊，如果整咗之後，佢可以喺網上 YouTube 度睇套片。我俾條 link 你啊，遲啲錄影之後特別係啊，鐘，我係啊，俾幾係啊，分鐘啊，我 like 送你啊，俾你爸老豆。爸睇下，係啊，父親節禮物啦，當係啊，認識天主。好啊，好啊，thank 我 you，thank 我 you。我我淨係輯呢一度都得，為祈禱啊，阿利路亞，OK，好嗱，跟住咧，阿宇人，跟住我揀咗呢張啦，和好聖事啦，因為父母應該都要，大家都要垂憐，互相垂憐咯，即係互嗯相原諒自己咯，因為個個人都自己會有犯錯啊嘛。嗯，係點解啊，我揀呢幅圖咧？因為呢個好似神父都係苦啊，花旦啊嘛，花係。旦而家垂憐緊一啲嘅兄弟姊妹咯。係啊，神父角色係一個寬恕嘅角色，好重要啊！為我哋都係啊，同埋你今日我話你同爸爸慶祝啊，特別要拉佢啊，因為你爸爸好錫你，同你揾學校帶你嚟上 class 堂嚇，所以今日你一陣間同佢食宵夜啊，佢啊，OK，斟翻杯好。茶俾佢。係啊係啊，斟杯茶俾佢潤一潤啊嚇，OK，好，好啊。咁咧，阿高高，你睇唔睇到㗎？嗱，冇鏡頭，你話俾我聽，畫面嘅第幾號乜嘢號碼？同阿 John 一樣啊，第一屆啊，因從天主在萬有之上係啊，覺得今日咧就有天父啦，有耶穌啦，有聖神啦，係好啦。咁今日又係父親節啦，咁咧我就會諗到咧，即係耶穌同埋聖神都一齊嚟啦，即係祝賀父親節快樂咯，嗯，就大家好開心咁聚咗一起咯。係，好啊，我都喺呢度，我希望聖父、聖子、聖神繼續保守我哋啦，為主做多啲嘢咯。阿利路亞，嗯，好好啊，嗱，嗯，所以咧，我哋呢一隻歌咧，好適合啊，今日聖三節最後一堂咧去唱。